其實最近佢係不斷咁喺呢個4607啊，呢個作為中心點喺度徘徊3分鐘、5分鐘圖，不斷喺度上下徘徊咗好耐嘅呢個作為中心點，即係呢一楷，然後上邊同下邊，其實佢咁樣去算係一個大橫行嚟嘅。即係如果你再縮細呢個圖啦，30分鐘圖而家係咁上邊呢一度23，呢個03啊嘛，咁佢下邊你按翻個比例大概就係呢度位置，係不斷咁喺呢楷，而係做緊一個整固。遠睇整固完，佢會再上定係落咧？究竟睇下先1小時圖，1小時圖佢遠觀咧都係有少少旗形嘅狀態嘅，呢度上邊下邊咁樣收落嚟，啲下影線你會見佢慢慢收緊上去噶嘛。跟住啲上邊嘅又係呢個位置啦，咁樣慢慢收向中間嘅，集中於07呢度係爆邊嘅，但係未知會爆向上定向下，未知。會見到黃金線嘅中間呢條線啦，黃色呢條，其實佢係會打橫緊嘅。如果佢係一個好明顯嘅趨勢咧，你會見佢45度角啊，或者係72度角咁樣去呢個角度45度角上嘅。如果係個好明顯嘅趨勢嘅話，即係相反亦然啦。咁如果係跌嘅話咧，譬如呢一條呢個角度係72度角㗎，應該咁樣形容。咁而家佢直頭係打橫咗好耐咧呢條嘢。